哇！今集入得廚房對我嚟講係一次期待已久嘅交流機會啊！真係好榮幸受到一代鮑魚宗師翁仰光先生嘅邀請，有得入佢哋嘅廚房，見識威名遠播嘅阿翁鮑魚嘅炮製關鍵，仲有得聽呢一本飲食活字典，分享咗唔少關於一啲經典菜式嘅考究之處。跟住佢一路食一路學，再入廚房睇埋師傅示範點整，包括當中仲有一味係阿翁最新研發嘅芝士鮮菌焗釀龍蝦添。嗱，咁豐富嘅內容唔好等啦，依家就同大家一齊嚟開下眼界先。想食到阿翁嘅味道，一係你可以去尖沙咀美麗華商場嘅富豪酒家，一係你可以嚟銅鑼灣如心酒店嘅阿翁小館，兩者都一脈相承住已經屹立多年嘅名人飯堂之味啊！而佢哋嘅招牌溏心吉品包呢，更加係街知巷聞。不論生客定係熟客嚟到訂據翻隻阿翁鮑魚，基本上係例牌咁滯噶啦。嗱，餐廳有一款好受歡迎嘅 menu 啊，阿翁鮑魚名菜宴，就係今集翁生想話感受下佢哋嘅一啲拿手好菜。預埋你哋份噶啦，睇到今條片嘅最後，仲有觀眾優惠益大家。嗱，放心，陣間大把時間俾你入廚房開下眼界，但啲嘢食真係要趁熱起快先得。尤其呢一份打響頭炮嘅紅燒砂鍋包翅，就咁睇落就係一個好樸實無華嘅呈現，但其實老派菜其中一個哲學呢，就係料靚就唔使搞咁多畫蛇添足嘅花神嘢，靚湯靚翅共冶一爐 ，less is more。翅針夠軟滑，湯夠鮮，味夠濃，足2兩嘅牙揀翅，分量夠晒滿足。好啦，咁跟住嘅下一味就係重頭戲啊！30頭養殖吉品包配鵝掌，由翁生示範一次切鮑魚嘅正確方法，係應該沿住頭尾喺中軸線位置切落去。你睇下呢個溏心效果幾靚！嗱，鮑魚要浸幾耐煲幾耐，唔同師傅有唔同取捨，亦都係影響味道同口感嘅成敗關鍵所在。咁雖然你話嗰個確切時間喺度呢，我就唔講咁詳細啦。嗰日好榮幸，難得翁生唔介意大方分享俾我睇下過百隻鮑魚新鮮出爐嘅盛況。咁所以大家有眼福啦。嗱，睇完呢，你都可能會明白到要炮製一隻油韌軟糯嘅鮑魚，嗰個技術難度同嗰份矜貴之處喺邊。嗱，眼前你見到呢個 size 嘅巨煲呢，係翁生特登買翻嚟煲鮑魚嘅，淨係個煲都講緊成26,000蚊一個，每次可以煲到成100隻鮑魚。咁正常情況下呢個份量2-3日之內賣晒噶啦。如果旺起上嚟嘅話呢，每日可以清一煲添。嗱，外行人睇熱鬧，內行人呢可能已經睇到一啲巧妙所在。咁其實呢一煲價值不菲嘅阿翁鮑魚係點樣煲出嚟嘅呢？夾晒啲鮑魚出嚟之後呢，就會望到其實佢首先係用咗腩排嚟墊煲底，事先將佢飛一飛水，再炸一炸之後，唔使斬噶啦，就咁成塊鋪喺底，之後再砌啲鮑魚上去，鋪到佢密密麻麻，唔好留任何空位。最後揾隻老雞飛水開邊之後，冚喺最上面。咁為咗防止喺煲嘅過程中啲食材會移位，所以再會用幾隻雞爪嚟攝住啲位。關鍵就係唔好俾啲鮑魚喐，咁樣即使煲到咁耐都好啦，都仲能夠保持到佢賣相嘅完整。嗱，咁就夠噶啦，腩排墊底，老雞鋪面，就好似漢堡包咁樣夾住啲鮑魚，落滾嘅清水去煲，咁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落啲咩湯啊，或者落啲火腿，甚至落豬皮嗰啲，咁樣呢反而畫蛇添足。嗱，其實煲鮑魚都要分幾輪嘅調校火候嘅。第一次加水要浸過啲雞面，大火煲10個鐘，中間 keep 住不停加啲滾嘅清水落去補充翻，保持啲水要浸過啲鮑魚嘅。咁之後轉中火煲多5-6個鐘。嗱，呢個階段嘅補水策略呢又有唔同嘅咯。咁最後就係唔加水啦，慢火煲多佢3-4個鐘。咁一路慢慢收乾啲汁水，就係你最後所見到喺煲底嘅呢一啲堪稱係味道精華嘅鮑汁啦。佢好鹹嘅，我嚟喺客人落單之後用嚟碌一碌啲鮑魚，
咁之後再溝啲清湯，做翻個芡淋喺面，咁就大功告成，可以上台啦。所以一隻軟糯黏口、鮮香味濃嘅鮑魚係食幾多都唔夠喉嘅，但弊在荷包有限啊嘛。不過唔緊要喎，魚與熊掌就話好難兼得啫，但鮑魚配鵝掌出雙入對，可以有加倍滋味啊！話說發哥呢曾經一口氣過嚟買咗200幾隻鵝掌，翻去派俾拍戲片場嘅伙計，令大家都可以淺嘗到鮑汁鵝掌嘅滋味，真係好好食嘅。好啦，咁食完乾貨海味之後，就可以嘆下呢度嘅生猛海鮮。佢有2個做法俾你揀，分別係古法炸釀花蟹蓋同埋芝士鮮菌焗釀龍蝦。唔使揀，我2款俾晒你睇，佢哋各自點樣整法。咁先睇新菜式啦。師傅用嘅係本地青龍啊。雖然餐廳主打食傳統粵菜啦，但因為翁三想大家保持到新鮮感，所以成日都會諗啲新菜式。就例如有依家見到嘅呢一款芝士鮮菌焗釀龍蝦。佢有少少融合咗焗蟹蓋嗰個概念，都係中西結合。先將龍蝦起肉，除咗加洋蔥之外呢，再加埋菇菌同芝士，炒香啲餡之後，再釀翻入去。但煮嘅時候，其實係有唔少細節位需要處理好嘅。首先，為咗令最後成品上台嗰個賣相精神啲，所以一開頭蒸龍蝦嗰時呢，就吉隻筷子入去，固定好個形態先。咁樣蒸出嚟，嗰先唔會攣埋一嚿啊嘛。陣間將個開邊再釀入啲料嘅時候，個賣相都得體好多。咁下一步就係將呢啲食材分別炒香，細火將切成條狀嘅靈芝菇同鮮冬菇兜一兜佢哋先，之後加入瑤柱，再落埋洋葱，主打就將佢哋各有特色嘅鮮香層次勾翻出嚟。調好味，炒多2嘢之後呢，再加埋自家調配嘅芝士醬落去，離火撈翻勻佢哋，咁呢部分嘅餡料算係搞掂噶啦。龍蝦肉要分開處理嘅，因為本身已經蒸到半熟狀態噶啦嘛，所以輕輕落少少牛油等佢香口啲，咁再加芝士醬，離火撈一撈，咁起得噶啦。咁樣分開處理，除咗因為考慮到龍蝦肉嘅火候控制之外呢，你留意下依家釀嗰個次序都係有講究嘅喎。師傅先將龍蝦肉好平均咁鋪喺底，然後再鋪其他餡，而唔係話貪方便咁直接撈埋一齊再隨意。咁呢就可以確保到所有出品嘅龍蝦肉都足斤足兩，唔會大細超啦。仲未完嘅喎，最後就要均勻咁掃一陣蛋黃醬上去之後呢，放入焗爐攞翻個色澤金黃嘅外層，咁就可以上菜啦。咁睇一次你就會明，佢同平時見慣見熟嘅芝士焗龍蝦有幾大分別。師傅仲要將佢刻意扮到個賣相好似差唔多咁款，但你要一挖開個表層，你先知咩叫真正嘅禾稈冚珍珠。龍蝦肉唔過火，質地滑嫩唔鞋口嘅，洋葱混合菇絲嘅餡，鮮香濕潤。而芝士嘅香氣呢，同其他食材融為一體，味道有所提升，但佢係香得好點到即止，唔會喧賓奪主嘅，而且食落亦都唔會覺得漏啊！喺海鮮呢個環節，有龍蝦同蟹2選1，咁啱睇完用本地青龍炮製嘅芝士鮮菌焗釀龍蝦啦，依家呢就順手可以簡單睇埋呢一款老派菜古法炸釀花蟹蓋係點樣整法噶啦。餐廳用嘅係8兩重嘅花蟹，咁蒸熟之後呢，就交俾師傅拆殼起肉。你睇佢做就好容易，但呢啲嬌嫩到好似豆腐咁款嘅蟹肉，如果你想保持翻佢一疏疏，有翻一定程度嘅口感，咁呢個過程呢，你急唔嚟噶啦，而且都冇咩捷徑，只能夠用手慢慢去感受嗰個力度。你既要物盡其用，連啲角落位嘅肉都唔可以放過，但又要小心啲，唔好撈埋啲殼碎入去，所以心機嘢嚟噶。通常1斤花蟹拆出嚟大概有4兩肉，咁呢度一隻8兩花蟹呢，拆出嚟約摸就得個2兩蟹肉咁大把嘅啫。咁之後嘅步驟會有啲似曾相識，都係首先炒香啲洋蔥，之後加入瑤柱。
你唔使炒到啲洋葱去到變金黃色咁樣，大概兜到佢半熟，只係輕輕轉色嗰時呢，就可以加入麵撈，令佢質感略帶 creamy， 方便陣間釀入蟹蓋當中。咁啊，最後加入啱啱拆好咗嘅蟹肉，離火撈勻佢，咁啲餡就算係完成噶啦。嗱，啱啱炒嘅時候呢，師傅係錫住慢慢咁兜嘅，所以依家你見到啲蟹肉仲係一疏疏，唔係散晒嘅。嗱，釀嘅時候呢，有啲師傅中意用餐刀扼實，咁呢度嘅做法就係唔想陣間食到咁實得，所以係用筷子大概 hold 翻個形咁就 OK 噶啦。因為冇扼實，所以之後上漿嗰時呢，都要鏡錫啲，溫柔少少，慢慢掃，然後再均勻咁樣拍啲麵包糠上去。炸嘅時候都係急唔嚟嘅，要慢油落，避免佢甩。如果一嘢扯到去大火咁嚟炸嘅話呢，一嚟易甩，二嚟會燶，所以都係要俾啲耐性，大概用4-5分鐘，通過睇啲泡嚟判斷呢嗰隻蟹蓋嗰啲水分係咪已經逼得七七八八咁樣，係咪已經到咗佢心目中理想嘅乾身香口程度，最後先至扯翻大啲嘅火，將裡面嘅油分逼翻出嚟，咁佢食落先會脆而唔漏啊嘛。當你解開面頭嗰一層薄薄地金黃香脆嘅外層，就會見到下低係粗幼平均、真材實料嘅蟹肉洋葱餡，食落香甜野味，相當滿足嘅。啲蟹肉你見到佢哋係以一梳梳比較完整嘅方式呈現，咬落係有質感嘅，份量好足，調味恰到好處，嗰啲餡料質感唔會太 creamy， 味道主要行一個清鮮路線，突出翻花蟹嘅賣點。好啦，咁都差唔多嚟到今餐飯嘅尾聲噶啦。正所謂無雞不成宴啊嘛，但如果你胃口有限，不過又心掛掛，好想回味下炸子雞嘅滋味，嗱咁嘅話呢，你不妨可以試下嗌呢度嘅生炸脆皮乳鴿。咁所謂生炸呢個做法就有別於一般，為咗講求成本效益，通常會用白滷水浸到隻鴿就嚟熟嘅時候，最後先炸。咁樣啲鴿肉呢，難免會鞋嘅，亦都冇乜肉汁，而且食到嘅其實即係滷水味。咁餐廳呢度用嘅呢係10兩重嘅乳鴿，太大啲肉會鞋，細嘅話呢唔夠肉唔夠肥，炸出嚟又唔夠好食，所以呢個 size 啱啱好噶啦。佢嘅做法同炸子雞大同小異啊，都係要經過醃味、上皮水、風乾幾個鐘之後，再手吊淋油呢啲步驟。嗱，如果詳細啲嚟講嘅話呢，醃味用嘅係華鹽，捽勻佢裏裏外外，髀位、翼位都唔可以放過。搞掂之後攤一攤，俾20分鐘時間俾佢入味之後呢，用滾水渌一渌佢，10零20秒 OK 啦。主要係為咗洗走表面嗰啲醃味，同埋令佢漲身少少，佢形態堅挺啲，方便陣間上皮水。咁上完之後，起碼都要風乾4-5個鐘嘅。同炸子雞係一脈相承，如果想整得好食嘅話呢，呢啲步驟係冇任何可以偷懶嘅餘地嘅。嗱，風乾咗幾個鐘之後，你見隻乳鴿已經係巢晒皮噶啦嘛，咁所以埋鑊嘅第一件事呢，就係放落去浸一浸，將收縮咗嘅皮焗翻個醬身先，然後先吊喺佢淋油搶翻起個皮。點樣判斷為之差唔多呢？同炸子雞同啱嘅炸釀蟹蓋一樣，都係靠聽聲，仲由喺唔同階段嘅喳喳聲嚟推斷出食材裡面仲有幾多水分。不過對於經驗老道嘅師傅嚟講呢，其實就咁睇顏色都8、9不離10噶啦。一隻出色嘅生炸乳鴿，佢塊皮係薄脆挺身嘅，汁水鎖得實，咬過時先會釋放喺口腔裡面。皮脆肉嫩，調味香鹽鹹，有適當嘅脂香感，食落又唔會覺得漏，咁就係一隻一流嘅生炸乳鴿啦。嗱，睇完今集，相信你都會體會到阿翁嘅出品就係咁實而不華噶啦。呢度唔靠花巧嘅擺盤，亦都冇啲咩充滿噱頭嘅食材配搭，更加唔會跟風玩埋晒啲咩噴煙點火嗰啲無厘啦更嘅打卡元素。呢度有嘅就係硬橋硬馬嘅真功夫，同埋用時間同經驗認真炮製出嚟嘅老派風味。
呢啲先係一間老字號能夠屹立多年嘅底蘊，同埋唔使靠以本傷人都能夠照樣留住一班回頭客嘅實力所在。想過嚟體驗下嘅朋友，我已經幫大家爭取咗少少 fans 福利㗎啦。各位觀眾訂台嘅時候，記得話想使用埋有啖好食嘅優惠，咁餐廳將會送多2款前菜俾大家享用。詳情可以參考翻影片下方嘅資訊欄，千祈唔好錯過啊！最後再次多謝翁老先生嘅邀請，同埋雷師傅咁毫無保留嘅精彩分享，俾我有機會大開眼界。我諗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